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0篇，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到第19节，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约翰福音第13章21节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预言受难。耶稣基督他预言自己的受苦，虽然在不信的人的眼光当中，他们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但是这是回应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的实践。预言受苦对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思想。第一个是回应预言。我们前面说的，这是回应了上帝借着先知们的预言，因为上帝要赐下救恩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。这是以赛亚所讲述的这个受苦的基督，受苦的君王。第二点，决志。以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的经文来告诉我们，这是耶稣基督他决定要顺服谦卑到底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基督的顺服成就了救恩，虽然他知道自己要被出卖，而出卖的是他自己的学生，但是他仍然决志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经文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就非常伤痛，就宣布说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门徒们就面面相觑，不晓得他指的是谁说的。门徒当中有耶稣所钟爱的一个人坐在耶稣身边，西门彼得就向他示意说，问问他指的是谁。于是那门徒挨近耶稣，问他，主啊，是谁？耶稣回答，我交一块饼给谁，谁就是了。说了这话，他就拿一块饼交一交，递给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犹大一接过饼，撒旦就附着着他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要做的你快去吧。预备。耶稣基督在回答这个犹大的质疑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但是耶稣说，由他去吧，这是他留下来为我的安葬之日所预备的。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，但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2章记载在第7节、第8节的经文。在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基督预言自己的受苦之日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门徒能够有所预备。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，他们却听也听不懂，看也看不到。最后成就这个受苦的预言，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救恩。没有受苦就没有救恩，就如同保罗所说，
没有死亡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样。以赛亚先知也预言了将来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弥赛亚的受苦。他说：至高的上主教我该说些什么话，使我能够安慰忧伤的人。每天清晨，他唤醒我，使我渴望听他的教导。至高的上主使我领悟，我并不反叛，我不违背。我任凭人鞭打我的背，把我的胡须吐唾沫在我的脸上。我忍受人的侮辱，但他们的侮辱不能伤害我，因为至高的上主帮助我，我勇敢地忍受一切，直到我不至于羞愧。因为上帝在我的身边替我伸冤，有谁敢来控告我？我们一起上法庭好了。他尽管控告我，至高的上主要亲自为我辩护，有谁能证明我有罪呢？这样的受苦之预言的确是回应了上帝的旨意与安排。弥赛亚的受苦并不是突然，领受上帝的怜悯。不但如此，他所受的苦难都由上帝给他补足，使他高升，并且为他伸冤。也如同耶稣基督自己对门徒所说的话：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就成了这个唯一别无拯救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代替了我们世人的罪，是为了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样的救恩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世人所见证。正如同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，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和跟我们纠缠不休的罪，坚韧地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要注视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。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，相反的，为了那等待着他的喜乐，他并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成一回事。现在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。想一想他的经历，他是怎样忍受众人的憎恨。所以你们不要灰心丧志。耶稣基督他虽然是预言受苦，但这个却是上帝拯救的一个恩典。因此我们虽然难过，但不需要灰心丧志，应当满怀希望的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。诗篇70篇，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！上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！愿要杀害我的人失败狼狈，愿对我幸灾乐祸的人失望蒙羞，愿嘲笑我的人都惊慌败退，愿所有来到你的面前的人都欢欣快乐。
愿所有爱慕你拯救的人不断地说，上帝有多么的伟大。上帝啊，我软弱无助，求你快到我这里来。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拯救者。上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感谢天父赏赐我们救恩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得到救恩。恳求主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救恩，蒙恩得救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